西貢公路成日都塞車㗎啦，一塞咧最少塞你半個鐘頭以上啊！10年之前，政府已經喺嗰度做緊一個擴闊工程㗎啦。不過工程未完成之前，反而可能仲塞車添啊！西貢公路係連接西貢同東九龍及將軍澳嘅唯一主要道路。2016年，路政署開展咗西貢公路改善工程。工程第一期嘅目的係要舒緩康湖居段嘅交通，提高道路安全，以及改善蠔涌同綠尾村區內通路。相關工程喺2021年2月已完成啟用。而第二期工程就喺今年第一季展開，主要係將現時單線雙程不分隔車道擴闊為雙線雙程分隔車道。路政署表示，2期工程完成後，能舒緩現時交通擠塞情況，應付預期嘅交通增長，並增強西貢公路喺突發狀況嘅應變能力。有喺區內返工嘅街坊表示，西貢公路嘅塞車情況存在多時，可以話係死症嚟。幾個月前係一次大塞車，咁我小朋友喺將軍澳讀書，咁喺坑口搭小巴翻嚟，咁佢覺得塞到去得一個位，佢唔想再塞啦，就喺蠔涌行翻嚟市中心咁樣咯，所以我都覺得好誇張，因為蠔涌去到市中心，佢都用咗成半個鐘至8個字咁樣翻到嚟屋企咁樣咯，好多時都係可能係交通意外，咁佢一撞咗，如果好嘅即係仲有一條線都可以分流啦，咁但係如果係兩邊線都塞住晒嘅話，其實基本上係塞死咗，就所以係喐唔到嘅啲車係。喺區內街市擺檔嘅江太表示，明白工程對社區發展係好事，但3不5時塞車對市民真係好困擾。我試過有一次喺白沙灣嗰度咧，佢係整路啊，變咗就封咗一邊就唔俾一邊過。我試過喺白沙灣翻入嚟西貢，用咗9個字時間，但不過我哋知道咧係，如果塞車咧，即係因為多人入嚟咧係好事嚟嘅。不過就塞車呢個情況，其實的確係需要一啲政府啊，去一啲部門咧去處理下嘅。其實本身咧，我哋白沙灣呢段路咧都係比較窄㗎，你見到係一來一回嘅啫。咁之前咧都試過收過一啲街坊啦，甚至我自己親身經驗啦，係唔知點解咧係封咗一邊路嘅。第一要人手打交通啦，第二本身呢度已經係路面比較窄㗎啦，咁所以咧呢段路咧其實係一個樽頸嘅位置嚟嘅。如果處理得唔好嘅話咧，係會導致大塞車啦，甚至塞到去康湖居嗰邊嘅。成個西貢公路改善工程咧，唔係淨係第一期啦，仲有第2期。而第2期咧就喺康湖居再入到去西貢市中心嘅一段路。而呢段路咧，亦都係講緊3點幾甚至接近4公里嘅距離嘅。咁啊，有幾千棵樹要移除啦。咁啊，除咗移除樹之外咧，亦都有啲水管臨時水管嘅工程係需要鋪設啦。或者去白沙灣嗰邊咧，有啲拆樓啊，即係講緊一啲收回政府土地之後要拆除一啲建築物嘅即係工程要做啦。所以其實呢個西貢公路改善工程第2期咧，真係唔係咁簡單，係好多唔同嘅工序係要做咁樣嘅。第2期工程喺動工後約4年會完成大網仔路段，在於隨後1至2年完成餘下嘅普通道及西貢公路路段。工程耗資接近28億，預計喺2032年先完成，即係仲有6年先至搞掂啊！咁如果相關工程持續對交通造成影響，咁居民咪有排捱？其實路政署咧或者承辦商不時都會派員去實地了解翻個情況嘅。咁啊但係我哋都希望咧，即係可以再巡視密啲啦。因為一旦發現一啲塞車啊、車龍嘅情況嘅時候咧，可以即時調整翻嗰個嘅工程嘅安排。首先嗰個通報機制咧必須要加強嘅。咁啊，同我哋嘅村民啦、村長咧，即係加強翻溝通。如果有啲封路啊，或者係一啲砍伐樹木嘅安排咧，都可以早少少去通知。第2樣嘢咧，即係因為樽頸嘅位置都唔少啊，所以如果一旦封路咧，單線雙程嘅一啲人手嘅封路安排咧，都希望唔好同一時間做，因為同一時間做嘅話咧，就點都一定會有一啲車龍嘅出現嘅。咁所以呢方面咧係需要靈活去安排啦。咁我哋都希望居民諒解之餘咧，即係政府嘅部門或者承辦商咧，都加強翻一啲中短期嘅措施或者通報嘅機制咯。